这是咱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圣神，阮欢迎你。感谢主的保守，互阮安然经过一礼拜久。咱今仔日是主你所祝福的日子，主阮欢喜意爱来到伫你的宝座前，三角来敬拜你。虽然病毒引起全球严重的疫情，阮犹原要主你来献上阮的感谢。阮也要伫患难中彼此关怀，彼此代祷，互阮牵手赢过侪的试炼。求主你带领阮头前的路站，因为阮相信主你是赐平安的主。愿主祝福陈牧师伊今仔日的信息分享，帮助阮会当搁较轻调主你的道理，主你的祝福。主啊，同心祈祷伫你面前，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1点：本主日为2022年圣神降临节，祈愿伫5旬节充满温度的圣灵，搁一摆充满咱，互咱得到快乐，直到地极做福音的见证人。第2点，本主日为教导武主日，欢迎教导武董事长张柏林牧师前来讲道请安甲募款，敬请兄姐踊跃奉献甲代祷。第3，本主日暗时8点召开6月份定期中职会，地点主堂，敬请全体中职出席，机构首长甲同工列席参加。第4点，小会公告，因应本土疫情来教会自救的时请咱专程戴喙安，配合量体温、酒精消毒等防疫措施并鼓励使用台湾社交距离 APP。台湾社交距离 APP 下载时咱爱家开伫咧蓝牙迄个所在。第2小点，若有发烧甲呼吸道的症状譬如讲咳嗽、家嗽、流鼻水、脑后痛等，被框列为密切的接触者，伫自主防疫的时家己健康管理期间等请利用YouTube 收看主日的礼拜直播。第3小点，本会拜三暗时8点祈祷会改伫的主堂聚会有线顶的直播，欢迎兄姐参加。第4，有卡业甲其他的原因被通知接受 PCR 也是快筛，建议有验出阴性了后，请来教会。本会定伫6月26日下晡3点，伫本会主堂举行释教70周年林施恩传道车牌感恩礼拜，敬请兄姐来观礼，同上主恩。为统计人数，若是有要来参加的人，请咱伫6月12日前来柜台伫遐登记。第5，本会定伫6月19日第2场礼拜举行洗礼式，当日第2、第3场礼拜联合。要接受洗礼、健身礼、小儿洗礼，请伫6月7拜三前办公室来报名。无参加幸福小组的人，咱需要参加一个信用个别的课程1点钟。第5，下周主日6月12日为普世丰盛协会乌克兰难民关怀主日，敬请兄姐有微心来奉献甲代祷。下主日6月12日第2场礼拜后，伫3楼图书室召开小会，敬请各位小会员出席参加。具体消息第1。职堂组定伫本主日暗时7点半，伫2楼主堂召开会议，敬请各位组员出席参加。第2，真爱人幸福学堂定伫6月7拜二上午10点10分到11点10分，举办长者的交通安全讲座，由交通部公路总局高雄市区监理所来主讲，欢迎大家免费来参加但是需要注满你3剂的疫苗并遵守防疫的规定啥事咱就家己来过目吼。第5，油厂教会附设幼儿园111年学年度招收
招收小班满3岁幼儿保留3个名额，要互咱教会会友的子女有意的，请咱来洽询有功幼儿园的办公室。交代消息，咱请陈牧师。今日因为是圣神降临节感谢主咱过去伫城市拢有城市无论是联合的祈祷会、分区的祈祷会，但是今年因为疫情，所以只有牧者要出席伫1号灵粮堂带领咱教会兄弟姊妹会当伫线上来参加这个祈祷会。我相信咱伫这个南部疫情当严重咱看见整个世界需要祈祷的时，相信圣徒的祈祷的确要互上帝感纳希望咱较侪人会当利用这个 QR code 伫线顶参加这个线上直播下晡3点半下晡3点半到5点只有1点半钟，希望咱会当来参与这个为了城市的祈祷会。其实毋是干城市为了咱台湾，为了整个世界这一项报告。咱下面是要奉献因咱今日的停书感谢是迄个咱前咱武昌教会主任牧师陈柏林牧师，也是咱教导府的董事长今日是教导府的主日，所以特别邀请伫咱中间来讲道今日圣神降临节要互咱来追求圣神念求圣神，所以咱的这个奉献要记头前而且今日是教导府，就是迄个高阳祈祷的中心啦祈祷的处这是伫咱高阳望社区会当伫迄个圣经以赛亚书第62章这个先知以赛亚讲耶路撒冷我要伫你的城顶来设立迄个守望的。恁暝日爱无点点来呼吁耶和华，恁毋通休困，恁爱也毋通互伊休困，直到伊建立耶路撒冷，互耶路撒冷伫地面上诚做通学乐通欢喜的城市。所以咱高阳感谢主有即个教导府有真侪人伫遐轮班，伫遐学乐主。伫遐敬拜上帝，伫遐祈祷为了这个城市守望代祷。所以咱的市长讲现在这个疫情专业是专业，有时我嘛无法度但是感谢咱的上帝真正眷顾，互台湾一关过一关。所以咱最后一关，咱得爱祈祷咱也感谢主，伫咱城市有一个专门的城市守望的所在，需要咱支持也有买。迄个即间祈祷殿即马也搁咧还款即个是买厝咱有即个代祷的宣教师，也有真侪代祷者全一个同工伫迄个所在推动城市的祈祷需要即个经费希望咱会当上帝感动咱，会当为着即个来奉献祝福教导府就是祝福咱的城市，嘛祝福咱的教会，祝福家己而且咱就利用这个奉献录来做奉献，愿上帝纪念咱所奉献的，会当祝福伫教导府，祝福伫咱的城市，伫伊的国度。咱来请咱的来收奉献。咱伫线顶的兄弟姊妹，咱也会当共同来关怀。虽然咱无伫这个实体现场希望咱会当若有要奉献的，会当摕来办公室奉献是咱有要利用迄个微博若有这个教导府的这个口罩也会使愿上帝赐福咱所为着教导府献上的，会当诚做祝福，也上帝祝福。30杯、60杯、100杯，祝福伫恁。也
这将咱起立来讲吟凤的诗。迎着梦他历经，我也在经历救赎，我愿意最辛苦。咱来做奉献的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伫你丰盛的祝福，互阮福杯满溢。若毋是主你的保守看顾，阮就袂会算啥物。主，阮愿意将阮的心意奉献予你，嘛欢喜为着九道友来做因的帮赞。愿阮欢喜献出的，拢会当成做芳芳的祭。当阮专心伫你面前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恭读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记载伫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白话语伫121页，台语版伫124页，和合本伫150页。显着的时，我来读，恁来看。16节，我也要对爸求，就伊要阁用一个保惠师予恁，予伊永远甲恁住。就是真理的神，世间所袂会接受的、接纳的，因为无看见伊，阁毋捌伊，独独认捌伊，因为伊甲恁三甲大，阁要踮伫恁学乐。咱请上联圣歌队来学乐咱的主。
这是咱要请陈朴林牧师来讲道。陈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圣灵，阮真欢迎你；圣灵，阮真欢迎你。兄弟平安。戴牧师讲：圣神，我欢迎你。我靠你。今日是圣神降临节的主日，咱爱欢迎圣神充满伫咱。2天前，捌来咱敬拜中心来分享这个杨道农牧师讲吼，无油车就袂行，若无圣神吼，咱做基督徒其实袂当做啥物，所以咱就爱活靠圣神吼。感谢主，希望圣神今日大大充满咱。咱今日是圣神降临节，也是这个教导府的主日，咱特别欢迎咱武昌教会顾问牧师陈朴林牧师，伊也是教导府的董事长吼。感谢主，伫咱的城市，伫台湾的国度，上帝大大使用伊，做真好的工。今日会使讲伊头一遍伫咱主堂捌伫敬拜中心吼，咱大家热烈的拍鼓欢迎陈牧师。牧师娘，亲爱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今日早起伫遮，甲大家三讲分享信息。代表教导府来甲大家请安。咱这个城市真有福气。上帝感动设立教导府，教导府亲像咱徛家的所在，有迄个守望相助。早时暗时拢有人对咱守望，对咱看顾吼。所以带互这个城市真大的祝福。我真荣幸，来接到这个教导府的董事长。多谢教会过去一年伫教导府的事工顶面来支持。今日真拄好，我会记敢若第一遍来到油厂教会讲道，拄着这个圣神降临节吼。会使讲无耶稣基督的受难搁活，咱就无得到救，无法度得到永远的活命。若无圣神的降临，嘛会使讲教会就无法度伫遐来起做建立。所以咱真个早起真欢喜。甲大家兄弟姊妹三甲思想，圣神，阮真欢迎你。咱三甲来讲，圣神，阮真欢迎你。搁一摆来。圣神，阮真欢迎你。我通过4方面，甲兄弟姊妹大家参加来分享。第一方面，耶稣来教示咱来认捌圣神。耶稣伫伊最后的讲道中间，伊真重要的讲道的一部分，伊教示的一部分，就互咱认捌圣神。伫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伫遐讲：我实实甲恁讲，我要所做的事，信我的人嘛要做，并且要做凭这搁较大的事，因为我往爸遐去。耶稣伫遐讲，咱会当做着凭伊搁做搁较大的事。你讲哪有可能？耶稣你遐伟大，我哪有可能做甲你同款，搁凭你搁较大的事？咱实在是无法度相信。但是最后耶稣讲一句话，讲因为我往爸遐去，因为耶稣死搁活，就上天。耶稣去，圣神就要来，所以咱感觉无可能的代志，但是通过圣神来到地上，咱会当来做耶稣爱咱做搁较大的事。咱来看约翰福音14章第16节到17节。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伊讲：我要求爸，爸就另外赏赐恁一位保惠师，叫伊永远甲恁伫地，就是真理的圣神。因为伊要常常甲恁同在，也要踮伫咱的内面。耶稣讲。我要求爸，爸就另外，代表原来有一位，即马另外一位，甲原来迄位同款会有关联，有荣耀。迄个另外一位会当做耶稣过去所做的事，
第一位保惠师会使讲就是耶稣，这个另外一位保惠师会使讲就是圣神。所以伊要踮伫咱的内面，永远甲咱伫地。伊要帮助咱瓦克伊会当做耶稣所做的事。咱继续看约翰福音16章13、14节，伊讲等候真理的圣神若来，伊要引带咱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寡妇内底讲进入一切的真理。并且要将将来的事甲恁讲，伊要应光我。圣神叫做真理的圣神，所以亲爱兄弟，咱若读圣经的时阵，有望咱讲圣神啊，你帮助我，互我智慧，互我启示，互我会当明白圣经的真理。伊要带咱进入明白一切真理。一切代表就是无有任何的例外，无有任何的例外。每一项真理的代志，伊拢教示咱知。这个明白后面寡妇写做进入，明白甲进入有啥物无共款？明白就是伫遮，伫头壳，咱的理性会当理解。圣经的道理我拢会当知捌。进入咧。这就是我会当体会到啦，我会当经验到，这个上帝伊毋是干那记载伫圣经，互咱去知法，伊是咱的伫咱的生活中，咱当经验。上帝是各真各活的上帝，圣神是各真各活的圣神。而且讲，伊而且要将来的事甲咱讲。我头拄第2项的时，我想着讲，对哦。差不多1996年左右，一边伫台北灵粮堂的聚会，一个牧师邝建雄牧师，新加坡迄个，伊就讲，伊同我祈祷，伊讲你将来要甲长老教会连结，我大家拍拍啊，因为迄阵国际教会甲台语教会无啥物伫来往啦。国际教会有诶开玩笑，台语教会有诶开玩笑讲。迄外邦人啊，台中布隆部落迄个白牧师恁是外邦人，但是圣神会当将来的事，甲咱讲特别即马的疫情在发生的中间，咱在座足侪兄弟你咧做生意，你真正毋知影这个疫情的变化，你的事业会当发生什么款的变化，但是你若倚靠圣神。圣神要将来的事甲咱讲，阿们。圣神要将来的事甲咱讲，所以阮的早祷会内底阮拢一定拢用以赛亚书11章第2节、第3节，为家己来祈祷。我就兄弟鼓励兄弟姊妹，你为家己来换手，来，咱来试看卖咱为家己来换手。以赛亚书11章第2节、第3节。耶和华的灵要点伫我的心上，就是互我有智慧甲聪明的灵，记忆甲能力的灵，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灵。搁一遍耶和华的灵要点伫我的心上，就是互我有智慧甲聪明的灵，记忆甲能力的灵，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灵。第3节伊要用敬畏耶和华做欢喜，行审判无凭着眼见，断是非无凭着耳孔所听到。咱即摆咧看电视啦，咱用看电视用目睭看，听伊咧报送用耳孔听，咱拢通过即个资讯、即个信息。就互咱做决定，我应该这个事业，我的工作要安怎做？但是若圣神伫咱的心上，互咱直接讲到行审判，你要做决定，无照着你目睭所看见；你要断是非，无照着你耳孔所听的。所以咱即马对着这个疫情大家讲法拢无共款啊，但是。
上帝咱讲，圣神会教示咱，互咱毋是干那凭目睭看到，毋是干那凭耳孔所听到，圣神要一切代志要教示咱。所以伫早祷会，我拢会鼓励兄弟姊妹，我每一工就为家己欢酒。圣神要点入我的心中，伊要互我智慧，伊要互我聪明，伊要互我记忆逐项代志，伊要帮助我知。所以第一项就是耶稣教示，互咱会当认捌圣神。咱要怎经验圣神？就是第二项讲到温度当心，全部来祈祷。伫即个使徒行传第1章，耶稣去活了后，伊有40天的久，甲向门徒显现。门徒看见讲，哇，耶稣真正去活呢！不但去活，但显现一遍两遍。圣经讲用几工？40天啊，40天，40天的久，大显现，大伊教示。互伊知影啥物代志？伊所以大教示的代志，真有可能就是耶稣迄3天教示的一寡重点。但是迄个重点会上中心点，中心的教示和核心的教示，就是讲到上帝国的事，上帝国的事。然后耶稣答因讲：恁爱听候别所应允的，恁就爱接受。圣神的说，耶稣教示因上帝国的事，然后耶稣教示讲：恁爱听候哦，爱听候，唔通赶紧要去做代志哦，唔通赶紧要传福音哦，恁爱听候，要受圣神的说，要受圣神的说，因为若无经验圣神的充满，就无法度真有气力来传福音。所以咱读大读。使徒行传第1章第80个经文，伫遐讲，但圣神降临伫咱的身上，咱会当得到材料，咱就会当得到能力，而且会当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换一句话，咱若无得到圣神的开力，无法度通为主来做见证，无法度为主来做见证。使徒行传第1章14节讲到讲。这个人甲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并且耶稣的兄弟，因着同心合意，全部来祈祷。因着同心全部来祈祷。现在因有法度全部来祈祷。咱会记得耶稣的预言讲，伊要受难，伊要为世间人死。你知影门徒咧做啥物代志？门徒讲：耶稣啊！你若得到你的国度的时阵我来坐正边，我来，阮小弟来坐倒边，大家伫遐咧争，拢要争坐倒大位。这反映人的人性爱要做大，因真无当心，所以因着遐门徒就伫遐吵吵闹闹，互相就伫遐咧争，啥物人要去做大，所以伫遐看见。但是经过耶稣去活了。耶稣用40日之久，40日的中间，耶稣常常带人显现，向因显现，不是出现就无去啊！一再甲因显现。教会甲因做伙去海边，甲因做伙去食饭，说食饭的时阵，有当耶稣手就伸出去，要去摕迄个饼。耶稣手伸出，因看到啥？耶稣的手有啥？叫钉啊钉的钉痕吼。有当时耶稣的门徒有一寡门徒是明明甲伊共款拢男性，男性换衫的时就不在乎大家就是一条换衫嘛，门徒看，所以伊衫裤掀开的时阵，伊去看到啥？耶稣你的鞋的下面有啥？有枪痕，所以一遍一遍看，耶稣在摕面包，耶稣在啉一碗汤，伫遐咧食的时阵，伊看到讲哇，耶稣真正去活咧！耶稣已经对世人中真正活，一遍一遍加添因的印象，
一遍一遍，因甲耶稣做伙，听耶稣佮讲道，讲到上帝国的事，一再一再，目睭看见，耳孔听见。伫遐创啥？耶稣用40日的久，伫改变文道的画面。因若画面无改变，因就无法度当心来祈祷。伊是安怎有法度做伙当心祈祷？圣经讲，因是当心专务的祈祷，要听候圣神。就是因为耶稣40日的久，伊遐改变因的画面。祝福每一个咱中间每一个兄弟，你的画面拢爱得到改变。阿门。祝福你的画面得到改变，咱才有法度当心专务来祈祷，经验圣神的帮助伫咱的中间。阿门。咱若无当心，耶稣袂听咱的祈祷。咱若生命无改变，咱无法度通当心。感谢主，咱教会对2001年，咱牧师甲一个兄弟去到韩国了后，伫遐经验大经验圣神的感动，经验圣神的关联。对2001年，2000年，牧师甲咱的中职做去韩国了后，咱的教会都有改变。咱今仔日咱的教会本来伫即个所在，真做是在高雄市较偏僻的所在，但是感谢主，咱即卖是高雄市足兴旺的教会。阿门。咱现在改变，因为兄弟姊妹逐早去当心的祈祷。礼拜三的祈祷，咱直接当心的祈祷。咱因为有当心的祈祷，咱经验圣神的大关联。阿门。所以咱真做一个好兴的教会。咱若无当心祈祷，咱无法度人真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真做教会伫遐改变，会当真做一个小组教会。所以教会才会兴旺，教会才会热心的奉献，才会热心来宣告。伫这段疫情的中间，感谢主，上帝通过这个杨道诺牧师。伫疫情的中间，咱要聚会真困难，但是通过线上、通过电话、通过 Line， 咱就当做伙祈祷，咱就当甲咱的兄弟 RPG。以前阮的早祷会无恁遐好，恁的早祷会抢棍已经20桶，佫足济人。阮的早祷会有是有，人数拢袂当加添，20-30个左右，拢袂当加添。但是感谢主，拄从有疫情了后，有当时颠倒方便，有即个疫情，有时以前做袂到的代志，即马做会到。足奇妙，阮的早祷会本来拢20-30个。但是对有疫情了，变成80几个、100个。通过 Line， 无阻碍，咱就当祈祷。特别通过 Line 足方便。你祈祷会一般一礼拜一遍，但是通过这个 Line 足趣味。安怎足趣味？若有人要去破病，要去入院，有的人要卖厝，有的人要找无病房，随时逐早起都有人咧祈祷。所以咧祈祷就马上看见讲上帝惊信仰，哈利路亚，阿門。所以咱一定第一项，上耶稣带咱教示，互咱一般圣神；第二项，通过咱同心合意的祈祷，咱会当经验圣神的关联伫咱的中间，阿門，阿門。所以求主帮助咱继续来祈祷。所以对2000年，甲陈牧师开始大家做伙祈祷。伫城市内底，大家三甲为城市的事工，三甲来努力，三甲来服侍，看见上帝行真奇妙的事伫咱这个城市内底，不但伫教会，还是伫咱的城市内底。阿门。第三方面，咱若被圣神充满，咱就当得到气力为主做见证。咱来看《使徒行传》第2章第4节。因被圣神充满，照着圣神所想事的口才，讲起别款的腔口，无顺则教。所以因伫遐同心祈祷，祈祷几工？祈祷10工，祈祷10工。耶稣搁活到50节，拄50工，中间
耶稣突然显现40天，实际上因的祈祷是10天，但是五旬节到，因被圣神充满，因照着圣神所想事的口才，因就讲起别款的腔口。然后看第2章14节，这个彼得甲12个门徒，其他的11个门徒，就徛起来大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想讲彼得甲11个门徒头前拢咧烧钱，啥物人要做大？而且彼得3摆来好饮主，但是耶稣搁我显现了后，彼得开始改变，伊的画面改变。门徒本来真惊吓，闭伫厝里咧祈祷，但是圣神充满了后，这惊吓的门徒变做有胆量的门徒，而且因变做同心为主做见证。彼得徛起来，现在你要做发言人，干那你来代表讲话吗？不是，当彼得徛起来时，其他的11个门徒甲伊三角徛立，甲伊三角同心，代表讲彼得你所讲的。就是阮正人的意思，因为主做见证。伊讲恁戆戆去顶立十字架，迄个耶稣，上帝已经立伊做主做基督，伊是救主，伊是咱的天后弥赛亚，伊是咱的主。所以伫一天内底，一篇讲道，3000个人来信主耶稣，哈利路亚！所以咱有圣神的开力，咱做工传录音。做见证，都有果效，都会当带来是人会当来归向耶稣。咱感谢主，伫这对2001年，阮3甲去到韩国，无论去参加圣徒访韩，或者参加牧者的演习会，对迄了看去高雄、台湾教会，过去台湾的教会200-300个人，就已经拢算足济啊。但是即马台湾有差不多8到10间1000人的教会，8到10间1000人的教会，这伫过去会使讲无可能的代志。但是通过圣神的充满，祈祷所带来迄个圣神的充满，教会开始转型，会当做小组教会，小组长甲牧师同款，起来牧养，起来带领小组。所以看去台湾的教会，对北到南一世纪的教会拢真兴旺。所以8到10间，这1000人的教会。所以台湾基督徒的比率对2%、2.5%到即摆变做差不多7%。所以这极大的改变增长，拢是因为咱同心祈祷，经验圣神的充满。搁一摆拍鼓啊，把荣耀归乎上帝。我这2天常常去找到哇，古早的相片吼，咱来拍出来。这就是阮去到韩国的时阵，赵永基牧师，哇，大家的门徒为阮祝福祈祷，迄足大的荣幸。哇，一个7-80人教会牧师，赵牧师为阮这人来欢手祈祷。哇，迄个张茂松牧师真谦卑。伊带头就讲咱来跪落来，来领受对圣神来祝福。阮都伫遐3角来领受，所以内底你嘛看到迄个陈牧师嘛伫内底吼。另外一个徛的做伙合照迄张，就是赵牧师来到台东，伊去办演习会、办培灵会，阮3角去到台东，伊就为阮祝福。我看见一个。真伟大上帝的仆人，伊真谦卑，真愿意来为人祝福。所以看见有圣神的关联，咱今仔日有油厂教会伫这个所在，算做离原来高雄较偏僻的所在，起造一个真荣耀的教会。阿们，哈利路亚。所以第3项，咱若得到开力，到后有主为主来做见证。一个讲道3000个人决志，一个讲道5000个人决志，这是足无简单的事。第4项，咱通过圣神的充满，咱有法度建立教会，扩展上帝的国度。咱来看《使徒行传》第2章
42节，因拢全部来遵守使徒的教示，彼此交陪，八饼祈祷。才讲到4项，遵守上帝的道，彼此的交陪，八饼代表敬拜上帝，代表去祈祷。这4项，一个足出名英国的这个神学家 John Stott 就讲，这就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教会。因伫遐敬拜上帝，因相时有的人因为信仰来受到逼迫，失去工作，失去事业，有人就去变卖伊的家业，伫遐来帮助人。所以教会有一个真要紧的事，咱就不但是彼此相听，咱就爱是互相帮助。伫这个疫情的中间，咱看见一教会经济无好，有看见一兄弟姊妹伊事业拄着困难，求主帮助咱。伫这个中间，咱学习互相的帮助。咱过去高雄慢慢为让爱河永流这个行动，你去帮助一寡弱小的教会。伫疫情的中间，就会当互相扶持。大家教会会当继续伫遐咧经营建立，有人咧讲，一波过来，这不得了这个疫情，伫对4月底开始到即啊，过去咱的确诊的人口拢1万2万，拢伫迄个范围底下咧，伫遐在发生尔。即马变做毋是，即马变做200几万，台湾确诊的人变200几万。变做偌济，变做10%。有的人讲，毋是干那10%，有可能确诊的人是15%，有可能是变做20%。若15%的是就300万人。哇！你去身躯边拄着拢是确诊的人，所以迄个经济生活的影响会哪来哪大。求主帮助咱若教会财务。收入支出会当平衡，教会阁有存钱，咱一定要照着圣经的教示，爱去帮助迄个欠缺的人。互咱的听，毋是干那伫咱的喙齿，互咱的听有真正的行为较诚实，去帮助有需要的人。顶无偌久拄着这个博爱路迄间妇院的头家，伊讲即批一定比顶批阁较严重。所以咱爱备万心，若有欠缺、有需要的人，咱求主帮助咱有慷慨的心，有迄个疼心去帮助有需要、欠缺的人。耶稣甲咱讲，当咱好人的人凭人客有福气。咱学习付出，学习慷慨，上帝要祝福咱的更较济。阿免。我毋是偏颇，我做一个见证。阮的教会建立的时阵，贷款1亿8千万，贷款1亿8千万，足大条的钱。但是伫过程的中间，阮有员每个月几十万在对外奉献，每个月对外奉献。到我要退休的时阵，还阁欠4000几万。但上帝祈祷，上帝互阮会当伫要退休之前，莫互教会阁继续有欠钱。感谢主，我退休之前。上帝将最后4000几万拢供应互阮，所以好人的凭人客有福气。祝福油厂教会过去，你嘛是一个真慷慨、愿意奉献的教会。今日为教导有奉献，将来毋望兄弟姊妹，咱也发觉讲，这个城市有一寡教会有欠缺，咱应该更较愿意来为因来奉献。相信上帝要祝福。伫即间教会内底，看见讲长老教会哪来不但传福音奉献，最近我嘛听陈牧师讲你经甲一寡教会三个参与伫迄个宣教的顶面，宣教是足需要金钱投资。感谢主，互油厂教会、甲精英教会、甲盐埕教会会当先踏出一个脚步。三个担心为要去到中东宣教的人来奉献，这是对教会是真大的祝福。
咱也愿意照着主的诫命去遵守大诫命，去行遵行这个大使命，上帝一定要祝福咱的教会姐姐。阿们。咱来看《使徒行传》遮，佮继续看落的时阵，咱来看《使徒行传》到第几章了？耶路撒冷的教会真正兴旺，但是上帝就永远逼迫来临到，因着四散到逐所在去，但是四散去到逐所在去骗咱遐个基督徒，犹原伫遐咧传福音做见证。咱来看《使徒行传》13章第2节、第3节，伫遮讲因服侍主，伫遐敬者祈祷的时，圣神来讲。爱为着我分派这个巴拿巴甲扫罗去做我调因所做的工，然后就为因敬者祈祷，为因欢酒，就切给因宣告。所以传福音、宣告、祝福万百姓，这是上帝所欢喜的事。所以感谢主，长老会会当打出这个脚步，特别油厂教会会当带头，因为达牧师过去做总会议长。就影响到精英教会，影响到盐埕教会，每个月奉献，去到这个，互同工、互传道人会当去到中东的所在传福音，这是真无简单的事。我相信，咱的教会幕后要经验的荣耀，要比以前更较增加。阿免。因为我家己的查某囝甲囝婿，因最近即摆是伫中东，去中东宣告。是圣经所讲，是幕后的宣告，是足无简单的代志。因迄个语言足困难，有人讲中文已经足困难，阿拉伯文更较困难。阮祖囝40外岁，伊讲哦，爸爸40外岁要学阿拉伯文，足困难，足困难。佫袂当真自由传福音，唔比伫台湾，所以幕后的宣告是更加困难。所以咱需要。兄弟姊妹，咱来奉献，需要咱兄弟姊妹同心来祈祷，圣神大权能，我靠圣神，咱都做幕后的宣告。咱感谢主几当前咱伫高雄成立高福门，高福门通过这同工，大家三角讨论，有这个8项的任务会当方便，当咱拍出来。咱时间的关系。无继续来看，无详细来看，总是，这就是互咱有一个目标，望伫这个城市传福音，要改变这个城市，相时就尊叹大使命，要去互万百姓做主的门徒。有个人讲末期到啊，但是末期要到进前，马太福音24章14节甲咱讲，这个。天国的福音一定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到。所以代表伫末期的时阵，一定是福音会当传到一世界。求主帮助咱，感谢主，互咱伫这个时阵，咱的教会会当参与伫这个回教徒的宣告的奉献顶面。我相信上帝要大大祝福这间教会。阿们。所以今日早起，咱伫圣神降临节有机会。咱来思想上帝的话，圣神是通过耶稣基督，互咱来认识圣神。咱要经验圣神，一定通过咱兄弟姊妹同心合意来祈祷。咱得到圣神，咱才有法度开力为主做见证。咱得到圣神的充满，咱才有法度伫遐来起造教会，而且参与伫宣告、扩展属地讲道。感谢主。互咱的教会是继续往着大使命，迄个路站一直在进行。咱有一个，毋是一个老化的教会，咱也毋是伫遐停止无进步的教会，咱是行伫上帝旨意，伫继续伫向前的教会。安尼好毋好啊？好。油厂教会较早有人讲高雄，遮有一间油厂，油厂叫做正昌，迄个市内遐有一间叫做武昌，恁两间拢冲，高雄做伙来冲，遮有右冲，遐有武昌，大家三甲来冲，高雄做伙来冲，阿免，阿免。最后，咱用真短的时间，但是咱把握机会，
咱来圣神充满。吼，以前我毋捌圣神充满的时阵，人讲到圣神拢惊甲毋敢讲，感觉圣神离足远安尼，毋知到底圣神伫对，摸袂着，毋捌，有一遍去到美国，大家注意听，这真要紧。承诺牧师同讲，你要经验圣神充满，其实足简单的代志。伊就带阮安怎经验？伊就讲，你若伫厝里咱放迄个即马足侪迄个音乐嘛，YouTube 啦、CD 啊，足侪迄个敬拜诗歌，你就放，你就心向着上帝，安尼真静心、真专心，安尼祈祷，坐伫遐，慢慢坐到困去啦，坐好势，手伸出来，安尼，手伸，咱即马手伸出来，因为圣神就是上帝要互咱的上好的礼物当作是咱咧接受一个礼物安尼。当诗歌咧唱，咱的专注、专心，咱的心神拢灌注伫主的身上，伫圣神的身上。讲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敬拜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请你来；圣神，请你来。我敬拜你，我较无你，我欢迎你。兄弟姊妹，真奇妙！你伫迄个中间，你就经验圣神。阿门。咱即马就来敬拜，咱三角起立，咱用迄个奇异恩典咱莫唱歌词，咱就用迄个哈利路亚，用哈利路亚来吟迄首诗歌就好。咱会当目睭闭起咱两伸出咱的手，代表咱的脚步。三个对我来讲，圣神，阮欢迎你；圣神，阮较无你；圣神，阮敬拜你。求你来充满阮。搁一遍，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敬拜你。圣神，我较无你，求你来充满我。搁一遍，三个来吟。咱唔通做其他的祈祷，
单单讲圣神，你来充满我，用你的疼来充满我，用你的心来充满我。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充满兄姐。圣神愿欢迎你，圣神愿欢迎你，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继续来充满我。哦，圣神愿欢迎你，圣神愿靠无你，圣神愿敬拜你。求你来充满我，充满每一个兄弟，充满这间教会。圣神充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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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这咱三角来祈祷，圣神，阮感谢你，你今日早起不但将你的真理来教示阮，今日早起互阮伫圣神的充满内底，搁一遍搁一遍来经验，你是搁真搁活的圣神，你要临到阮的生活，临到阮的服侍，临到阮的家庭，临到阮的教会。求你祝福每一个兄弟，回去了后伫工作、伫厝内、伫赛车。伫服侍每一个时刻，阮想起圣神，阮就求你来充满阮，因为你听阮，因为你愿意来加添阮的快乐，你嘛要将真理来教示阮，你嘛要将将来阮所未无明白的事要来教示阮。愿圣神继续来充满这个教会，充满每一个兄弟本身，也充满每一个兄弟的家庭、公司、甲工作内底。拢有你荣耀的同在，阮将荣光归于你，将阮的感谢、阿乐、敬拜来归于你，祈祷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拍无我来将荣耀归于上帝，阿门。圣神，阮感谢你，圣神，阮感谢你，圣神，阮感谢你，阿门，阿门。现在兄弟，兄弟，咱。这是要来唱祝福车恳，请咱起立。
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大疼痛，圣神日日的充满，甲每一个兄弟三角地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那边兄弟讲，祝福你日日被圣神充满。祝福你圣神充满。阿门。请坐，列到3块。